就跳错了吗？跳错了，跳错了就不跳了。往前跳错了点点。强盗三兄弟，少多了，你以为上场了吗？白天没有人，我失望了。你想好做嘛？跑几斤嘛？没一斤的嘛？没有一斤应该没有。再来，强盗三兄弟，来吧来吧，还要来吗？强盗三兄弟过庄，他们是两个跳，雍扎西和雍错儿。那就让我们不跳一个，往前一点再跳一个，跳作业吧。有点多。我感觉我跟他一起我们今天的直播就要结束了。啥一切子？手机，这个手机。这么多上面的来结束了一个非常精彩的。这个啊，那边有个比我你。我还是要跳嘛，这个这么欢乐的都在跳，有点乱。两排，站两排两排。三把线加油的嘛，把位置排全部冲到一起了，往前站两排，冲两排也可以。后面再去一个人，往兄弟排再去一个人。等一下吧。那边站三个，那边站三个。这两排后面规划了。他站一排能站上吗？站不上，站不下。站不下，6个人的嘛。3个人最高。他站两排，错不要往后去，往后去就虚了。往前来一点，对。这还差一个，三个差一个，差一个，差一个。2.8米。我来。这个呢？这个位置。那个。我就站在半点。那个谁，昨天说错了。那个套右边的。你往。另外一点。对。你让他把王球挡着了。没事，我只。那就这样。王球好。你那边，我就要推一下。好，来，来，石头往后退一下啊，来，再来。退一下，你那边挡住了。好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准备啊。1、2、3。1、2、3。
地上在动。哎，底下来地腿，地腿，有点感觉。第二段和第三段，第一段节奏不好，节奏好，节奏有点慢，开始真的不好，开始有点慢，还没开始。一起来，整体一起来，来一个。这个第一段简单的很，就一个动作。一起跳，一起跳，第一个慢慢放一下，第一个动作。你放一下吧，那么第一个下开始。对，兴致很高，所以我就等会儿再去那边看一下。跟刚刚的一样吗？罗马的老六，说明现在就是境外的嘞，也不是罗马。咱差不多了，就
差不多了。跳一个，先他先点，他过去。这什么衣服？啊，完了！去到洗澡。转一圈，这个，对，还有那个，我们两个一个来站一个，站一个，我们两个走一个，这是吧？来，别吵了。他要好好的走，好好走吧。肩膀靠近，看这边。让他站前面一点。这样，这样，对，你们俩这么的，这样，你们俩走到这里，走到这里，这听不见的嘞。来，1、2、3，走，肩膀靠近，肩膀靠近，来走。肩膀靠近，太远了，快不下来。不好意思，啥？喵，你把毛毛剪了吗？剪短一点点，剪短一点点。再去，10几年来的。来，再跳。来，再跳，来。宝宝，来，再跳。这个来，再跳这个快，让你们一起跳舞啊！老板一起全跳舞，跳到一起，一起跳，来快一点。哦，圆圈啊，不用快。你的是他，我要跳舞。好吧。那个是他们俩。下一个全跳一个。太美了。走。
转圈儿转圈儿。下起来，下起来。哎，转转，走。设计师说的，哇！当时看见他们，你这样弄你给你看，设计师说什么知道吗？你这样滚。我想到了一个，重新来，我想到了一个。等一会儿转身的时候一定要这样，转身的时候一定要这样。这很漂亮。肚子掉了，肚子里面真掉了。宝宝们，我俩就。好了。回转到又接着走，一直接到循环一圈。好了，准备啊，1、2、3，走。对，走，拐。拐，转弯嘛。比个动作。好，可以，在这边。对。好，停，比个动作，走，对，走。好，对。都是模特儿。哎，走。这个好搞笑啊！往后走一个，对了，我们走吧，差不多了，好好走。来，坐去，好好走。好好走，来吧。就要这样，不好好走还好看一些。你清楚的时候好有表演天赋哦。就是快走到的时候转一圈。记住啊，快走到的时候你转一圈，不要站在那里。好，准备3、2、1，开始。转。对，好，定。好，甩开。对，好，定。好，对，定。对，我要自由。这个吐吗？我是最难的一个动作，真的笑死你了！哎呀，好费劲嘛！好了，就等你了，走吧。已经可以了，我操，差不多了。谁也不要走。来，1、2、3，走。对，分开，后面人走。对，好，分开，后面人走。对，剩一个了，好。哇塞！你再往前走。我到这就可以。一直不会看他的。这样他们人多，就像刚。往前，跟他们往前站，往前。那我想走啊，是这个样子吗？往我这边走。拉开多一点。过来，你走啊，你输，帮我扶一下。我说1、2、3，开始就可以。你对着我。往前再往前来一点。对了。我过来。对着你。要往前。你上，一起走。没事，我先拍一个，看看。过来，可以。来，准备啊！来，准备等一下啊！来，1、2、3，走。对。可以。好，再来一次。全部跑了。没事。然后你们在走的时候，再走，你们随便自己做造型啊，就看。这样走嘛，往前走到这儿，一个方向循环走圈，这是我小。你可以多走几圈，走回圆圈又转回来，这样子走。第一句是。来，再来啊！然后走的时候随便自己做造型啊，怎么摆都可以。对，今天齐了。对，这么多女孩子的配合。一转圈，它循环几圈。
手抓那么好的。往前，再中间一点。走了就走到那边去拍了，但是不管从这边开始走，先拍一个，后面然后他那个走的时候自己随便怎么造型啊，你是转圈也好，拍也好都行，啊，完全你要往前走，往前来，来1、2、3走，对，摆起来，转圈的走都可以啊。王七好幸福啊！你们太快了吧！放慢点就走嘛。呀，我说，我真的是非常辛苦。我在这。哎，圈住，用那种杀人。哎，到那边就扔一下，到前面扔一下，甩一下。去针也可以走啊，都比较高，用那种。走秀。模特要这种感觉看，要去看。我不是那种的。本来就是模特，他们每个都是。这样一起走吗？还怎么走？啊，就这样走，这样走行。哇，4个都可以了，王庆一个哦。然后就说走到这里分开啊。只有一个男的，只有王庆。哎，我要不要假装男的？来看我来啊！1、2、3，走。对，好，分开。对，后面走。对，分开。好，再走，分开。继续再走，分开。啊！这才是说的去。来吧。要不垫一下？他们3个要拍，不要垫，不要清楚他们的嘛。永泉红木啊，他也去了吗？不是永泉，没去。他去过我们那天晚上在一起。那个李腾图嘛，跟我知道，我和他说。法制社会，法制社会。5月2号，5月5奖模式那奖模是15号，6号是去针，他说是那个5月15号。扎西去针。哦，5月15号。我是5月15号。 5月2号。那几天有点忙。新郎节好像是5月16号，真的。新郎节好像是7号就是哦。因为以前我生日的时候，他第2天就过了。那你们爱人知道的。有点忙哦。花花，你记得啊，来切蛋糕哈，吃到没有？吃蛋糕我不能吃蛋糕。干干，他吃蛋糕，他要吃甜的，他吃的不多。大的，他要吃蛋糕啊。你吃好多嘛？他因为他生日都要给他吃，我们要买蛋糕给他吃。他生日好久。他好像是10月10几号吧4月。10月10几号。 10月吗？4月。你先我给你过生日，然后你再来我生日。4月了，下个月。好像是下个月吧，我们那个娃娃给他买生日蛋糕，哎呀，他要吃。那他生日每年都给他买蛋糕。以后生日要来哦。真的哦，正儿八经哦。娘娘给你买红包，娘娘给娘娘。他就练舞。他们那边9到1万，也是多到1万。这么10分。然后呢？
生。每个人熟练程度不一样嘛。美感。这次去听团不晓得，我也不知道啊。去了之后再说，团队还是走回来不回来。抢马去上马，还是上兄弟。再往对吧？你往旁边站一下嘛。是，他就跑你了，我右边一点点。你俩再往后退一步来。你的把握呢？单把有些回去